们先来看，再回顾一下本周比较关注的一个时事的焦点，因为现在大家都在讲航运股嘛，航海王这个几个类股哈。那尤其是最近这个国内疫情爆发，有一个现象就是，长荣航、华航的股票飙升，那因为这些国内很多人想要逃难，逃到国外去打注射疫苗嘛，像对于这样的情况，这个短期是不是对这个航运股会有一些注意呢？你有怎么看这个部分？其实我们不要看这个打疫苗的一个状况，其实航运股它一直都是比较强。好，那加上这个题材，当然会有注意嘛，是不是？但是大家去想啊，这个它会不会跟航运这些海运货物的运输可以同类相比？大家要考虑一个问题，就是货物的运输、原物料运输是势在必行，而且是急迫性。好，疫苗是不是急迫性的？可以算是，但是呢，它是不是持续性的？就算我们全台湾2300人全部都搭飞机轮流去美国，那打完之后是明年还要继续打，还是下个月又要再飞一趟？是持续要打的，还是说只是阶段性的？它能不能刺激长期的这种业绩成长？我认为是未必的。就像我们如果说大家都很爱美，现在开始每个人都开始爱美的时候，去韩国整容的次数都可能会比打疫苗次数多哦，是不是这么说？就是持续性的一个效果。那我认为只是去打个疫苗，持续性效果不高啊，所以呢，当然就是搭上航运的这班列车，它的表现不会太差。但是操作上还是要小心一点，不要说听人家讲说这个会有什么趋势的改变啊，或者什么产业的这个营收大爆发了，这个近几年的这种亏损，要靠接下来2-3年去回补啊。好，那我们还在关注一个比较时事的议题，就是这个金源店的苗栗金源店有一些员工确诊嘛。那因为它的这个园区附近也有很多像高科技产业、电子产业的一些员工，大家会人心惶惶，觉得说，其实电子产业是台湾的命脉之一啊。那如果说真的到时候影响了产线这一部分，这是不是也是一个隐忧？对于这个台股或者是电子股来讲，您认为？对。没错啊，因为这段时间台股受到非常非常的利多，不管是缺水啦、缺电啦，还有这个到底要不要封城啦，封城会怎么损失多少？那如果不封城而中会损失多少？全部都只是在谈，所以大家心里都担心。好，那金源店这一次呢，因为染疫的部分，它全场所有员工都去快筛。那个政府也说过，快筛也不见得阴性跟阳性，它有可能是伪性的，是不是？所以接下来还是要自我保护。那所以说会造成这个所谓的这些电子厂，它会更加严控管制。那我认为反而会有，但是不会说整个爆发，它一定还会有啦，因为这种传播的这种方式已经改变了。你说这个快筛之后完全都没有，不太可能。但是呢，会不会降低？因为这个警讯而造成所有电子厂更严加控制人流啦，这种传播的方式啦，我相信是有，不能说有帮助了，因为有人得了疫情才导致他更怎么样，更严格去实行这个人流管制的话，我认为算好事吧，所以影响不太大。所以认为说这个产线对于这些电子厂来讲，还是反而会让他们更注意整个防疫的过程啊，还有确保他们整个产线可以就是正常的供应嘛，对不对？好，那当然，现在这个我们的产能这个供不应求，如果再停下来的话，那不是涨价就解决了，公司的信誉都没有了，所以他们一定会加强的监督的，这个放心。